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歡迎大家嚟到今晚嘅廣東廣西啊！我係你嘅主持人蕭欣浩阿蕭啊！咁啊，先提提大家，而家嘅氣溫係28度，相對濕度係83嘅。今日咧，除咗我喺度之外啦，當然亦都有幾位嘉賓同我咧一齊去講今日嘅主題嘅。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航海發展的 AI 應用。咁除咗有航海啦，咁當然涉及歷史啦，同埋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啦。咁除此以外咧，就係一啲新嘅技能啦，同埋一啲資訊啦，就同 AI 有關啦。一個看似好舊嘅主題啊，同一個看似又真係好新嘅主題啊，拼合埋一齊嘅時候，究竟即係有啲咩火花咧嚇？即係舊又係咪真係好舊？新嘅又會唔會能夠令一啲舊嘅嘢咧帶出一啲新嘅火花咧？今日我哋請嚟3位專業嘅嘉賓啊！第一位咧，其實如果有聽開星期二嘅節目嘅話咧，呢位嘉賓咧之前都上過嚟噶啦嚇，咁就係屯門區議員崔景恒先生。係，大家好啊！除此以外呢，就有2位嘉賓啦，嚟自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第一位呢，就係負責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嘅科主任啦，同埋助理校長何嘉琪助理校長。Hello， 大家好。係啊，咁我叫佢何助校啦。咁啊，除此以外啦，仲有一位話都應該係好年輕嘅朋友，係啊，我哋嘉賓當中嚇，咁樣就係何助校嘅學生啦，都係嚟自同一間中學嘅。咁就係即係人工智能教育嘅學生導師張天心同學啦。天心同學，大家好，大家好。係啊，天心同學有啲緊張，但係都唔緊要嘅嚇。咁啊，我哋慢慢講啦，就可以。開展落嚟咁嘅主題啦，即係講航海發展喺香港啦，可能好多聽眾朋友都了解航海其實同香港真係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嚇。咁我哋喺無論中學啦、小學啦或者係唔同嘅廣告媒體當中都了解到香港真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近海啦、近水啦。咁所以喺即係開埠以嚟，其實都同呢一個航海同海係有密切關係嘅。咁如果真係遠少少嘅歷史咧，我哋講航海咧，可能有啲聽眾嘅朋友或者長輩朋友咧都會理解。我細個咧就常聽嘅就係即係航海就講行船啦，係啦。咁而家俗語都可能有啲朋友有聽過，行船就3分險啦，可能真係嚇。咁即係行船都危險嘅，在海上工作嚇，因為以前咧有啲朋友嚟喺香港打工啦嚇，咁但係有啲朋友仔咧都會係咧跟一啲船啦，去唔同嘅地方去到打工啦或者係喺船上邊做捕魚啦、船務啦等等嚇。咁呢啲都係喺我哋嘅語言同埋日常生活中咧係會出現嘅。咁當然另一個側面想介紹俾大家嘅，可能有啲朋友都聽過㗎啦，就係即係完全係同香港或者係亞洲同呢一個航海有密切關係，就買豬仔啦，可能係嚇。咁有啲朋友可能都仍然有記憶嘅嚇。我就從電影啦、從文學啦、從一啲報紙嘅一啲剪影當中咧了解到嚇，因為即係開埠之後啦，有啲朋友就都想真係出外跟住架船咧去到打工嘅。咁但係原來喺呢個船務簽咗約之後咧，喺個船嘅環境係好差啦嚇。咁嗰個生活環境也好啦，工作環境也好啦，都係麻麻地。咁即使佢落到地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嚇，其實有啲朋友可能都捱唔到去佢要到嘅目的地嚇。咁即使到咗目的地咧，嗰個工作啦或者環境啦都好差。咁由此咧，其實都能夠反映一代人同航運同嗰個地方同生活之間嗰個
好密切嘅關係。咁當然後來有啲朋友係即係已經落地生根啦，喺唔同嘅地方，又或者我哋所講嘅衣錦還鄉啦嚇，咁賺咗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啊，咁就翻去香港、翻亞洲、廣州啊，或者係深圳等等唔同嘅地方啦，去到即係再發展佢哋嘅事業都有嘅嚇。咁即係我諗在座嘅嘉賓啦，無論係做教育界嘅朋友啦嚇，或者語言界嘅朋友啦，都係喺嗰個即係航海業或者航運業當中啦，亦都有我哋年輕嘅朋友啦。咁究竟即係喺航海業當中唔同人、唔同香港嘅朋友，究竟又會認知啲咩呢？係嗱，咁就其實講起呢個航運業啦，咁就其實即係我自己本身就都喺漁農界嗰度做咗都好多年啦，咁就好多時候都聽啲老前輩咁樣講啲古仔咧。咁其實我哋漁民咧，咁就真係同航運業係密不可分咁，所以即係有時都聽好多唔同嘅古仔咁樣啦。咁19世紀40年代咁香港開埠啦，係啦，咁就當時就最多咁一定係漁民啦。咁但係漁民佢其實唔係好多時候，其實以我所了解唔係淨係做漁業，即係佢可能最主要係做漁業係啦。咁但係揾食啊嘛，謀生咁樣咁其實我靠個海咁有啲乜嘢揾到錢嘅咁就會做㗎啦，即係等於。而家就可能好多人朝九晚翻嚟份工，可能夜晚揸的士咁樣，係啦。咁想當年就佢既做漁民，可能咧亦都做下啲貨運嘅嘢。咁亦都我哋個個都聽過，譬如香港仔啦，咁然要石排灣啊，即係而家就好似分開咗兩個地方咁樣。以前統一啲咁樣叫啦。咁其實嗰時咧都係啲漁民有做一啲嘅香樹製品嘅一啲嘅運輸嘅相關嘅生意咁樣嘅。咁其實咧講起漁民運輸嘅一啲嘅古仔啦，我聽最多啲我啲漁民嘅一啲老前輩咁講啦。咁喺抗戰時期啊、解放戰爭啊、冷戰時期，其實我哋漁民喺即係叫做新中國嘅成立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咁啊，最重要嘅作用係咩？其實就係同呢個運輸有關嘅，就係嗰陣時我哋國家可能缺啲咩咧？咁因為外國可能佢有啲禁運嘅情況之下咧，譬如佢缺橡膠。一啲醫藥或者鋼鐵咁等等嘅情況，咁其實都發揮咗個作用。咁呢個係最初期我了解嘅形態啦。咁去到後嚟啊，其實開始叫做50-60年代咁樣啦。咁香港轉出一個比較平穩嘅一個發展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知道而家好多一啲，譬如我自己屯門啦，係啦，有一位朋友阿蕭大哥你都認識嘅，阿 Andy 啊，咁其實佢就係喺新界嗰個貨運嘅嗰個商會，咁其實佢本身個背景都係漁民嚟嘅，係啦，咁佢嘅一啲親朋戚友其實而家都係做緊漁業嘅，係啦，咁其實咧就可以睇到嗰個關係係十分之密不可分啦。係咁去到大約50-60年代度咧，咁就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轉捩點啦。係啦，即係除咗係叫做香港我哋國家嗰陣時嘅嗰個形勢之外咧，就係最緊要有一樣嘢發明咗，就係一個叫集裝箱嘅發明啊！即係而家我哋集裝箱係乜嘢咧？究竟係啦，即係你可以理解就係一個裝貨物嘅一個。即係叫做器皿咁樣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最常見到一定係喺公路上面、喺馬路上面見到有個貨櫃車，係裝住嗰啲箱咁。佢主要分20尺啦、40尺啦，咁佢又有唔同嘅，即係發展至今有唔同嘅一啲嘅公用嘅，即係例如我普通嘅集裝箱啦，又或者我裏面可以放啲冷凍食品嘅。係啦，咁就係一啲嘅冷嘅叫做即係冷嘅儲存嘅冷凍嘅集裝箱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可能放啲危險品啊，係咁等等，或者大家可能而家前排見多啲啦，咁樣因為前排好多人換車啊，係啦，咁啊見到有一啲裝一啲汽車嘅啲集裝箱都有嘅，係啦。咁其實咧呢個集裝箱佢建立咗即係發明咗之後咧，就亦都香港嗰時嘅形勢上面即係嗰個發展啦。係啦，咁就去到大約70年代，咁大家都知道好輝煌，即係而家都輝煌嘅就航運業。係啦，咁嗰陣時好輝煌，咁所以咧就當中我哋都好多一啲嘅漁民朋友，佢其實係唔同程度上面佢加入咗呢個行業啦，咁啊慢慢輾轉發展至今咧，好多時候講綠色航運啊、數字化啊咁等等，亦都陸續有嚟去發展緊嘅。係咯，即係啱啱阿崔賢講嘅咧，就係即係我哋喺書裏面都真係聽過，即係香港開埠啦、漁村啦、轉口港啦，到而家去到即係首屈一指嘅即係
國際航運中心等等啦。咁係真係喺書裏面能夠睇到，課室裏面又可以接觸得到啦。咁呢個正正係即係香港地緣當中係即係同海有密切嘅關係喎，係咪？中學方面中學咧其實首先學生會學其實係海洋先嘅。咁海洋當然就再另外就係航運啦。咁其實學生去學嘅可持續發展比較多，係啦，因為都係講緊就係我哋點樣去透過認識可持續發展啦，去保護呢一個海洋啦，冇錯，係啦。咁譬如喺學校咧，其實海洋呢個課題都幾 STEAM 嘅，我自己覺得。譬如喺我哋學校咧，中二係有個課程係同海洋保育有關嘅。咁可能你會諗啊，海洋同 STEAM 又有咩關係啊？咁呢個課程其實我哋都溫咗2-3年。咁就係透過讓學生去認識海洋保育啦。其實係疫情嗰陣係啦。因為大家戴好多口罩啦，我哋咁跟住我哋唔設計呢個課程咧，都唔知道原來口罩對海洋生態係有個咁大嘅破壞性喎。咁就話說就係原來我哋去研究嘅時候咧，原來每日啲口罩係好多都掉晒落海。咁另外咧係估唔到原來係對周邊嘅一啲生物，即係雀仔啦或者海洋嘅一啲生物咧都有一個影響嘅。例如原來話大家知唔知道戴口罩其實要點樣處理係最好啊？有冇諗過？就我掉垃圾桶啦，好似再嚴格啲又要剪咗嗰條繩咁樣。阿蕭博士果然就知識淵博，大學又高一級啦，真係係啦，原來要剪嘅。咁大家知唔知點解要剪啊？就係同海洋生物有關，呢個就係要解釋啊，係都係海，有個海字，不過海鷗係啦。點解咧？原來嗰啲橡筋會纏住啲雀仔嘅腳。原來我哋冇心咁樣去掉一個口罩落去垃圾桶或者流出咗去海洋，係會令到佢哋纏住隻腳，令到佢失去咗佢嗰個其中一個能力，可能係令到佢有機會會有生命危險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個 3D 打印嘅一個課程。就係做一個可持續發展可以重用嘅 3D 口罩，係啦，去令學生去了解到原來可持續發展對我哋日常嘅生活啦，對我哋嘅環境啦，其實係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嘅，係啦。咁再講就啲口罩原來掉咗落去咧，阿崔議員你又中意食海鮮啦，定你係漁農界啊嘛？原來再去破壞呢個海洋，其實我哋食翻啲膠落，係都係一個自循環咯。咁再落啦，即係講翻航運啦。佢哋認識咗可持續發展之後，其實佢哋喺學科嗰度都會學就係咩經濟特區啦。經濟特區首先就一定係開放咗近海嘅地方嘅，係啦。香港有今日嘅一個叫國際嘅一個無論係航運啦、海運啦嘅一個中心樞紐啦，其實都係因為我哋近海，係啦。咁啊，無論喺歷史科啦，又或者佢哋其他學科都會學呢樣嘢。咁至於航運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係其實喺傳承方面可以再俾多少少學生去知。因為喺佢哋感覺，正如阿崔議員所講，就係都係停留喺就係行船喎。係啦。而家呢一代仲有冇人考慮去進入呢個行業咧？可能佢哋都停留喺就係行船咯。一去就可能幾個月啦，先翻嚟啦。咁但係其實原來而家嘅航運遠比我哋了解已經進步咗好多。係啦，咁啊都係因為多得阿崔議員，係啦，就啱啱我哋去咗個交流團，係啦，就去咗一個叫紅灣嘅地方，係啦，咁學生係大開眼界，因為嗰度咧其實係喺珠海停泊咗好多船喺度，原來
去捕魚啦。嗱，有錯啊，崔議員要補充啊，呢個你先係專家。係啦，去捕魚要先去咗紅灣就好似入境咁嘅。咁裏邊停咗1000幾隻船喺度，咁就原來而家已經發展到，即係我哋嘅國家已經發展到就係除咗係一個捕魚嘅一個工業之外咧，原來已經發展緊一啲 AI 人工智能嘅，係啦，發展緊一啲綠色嘅一啲漁業嘅嘢，係啦，綠色漁業航運咁樣啦，係啦，咁你會見到就係落到去教育，其實而家香港都係講緊推緊全民 AI 啦。咁 AI 教育今日我就知道小學都出咗台啦，即係一個小學 AI 嘅一個課程嘅指引。咁所以其實個觀念上，要俾學生去灌輸嘅時候咧，點樣將呢啲嘢環環相扣去共通埋一齊咧？係啦，咁阿天心你都可以講下。咁喺有 AI 未有 AI 之前，即係就以最近你去考試溫習啦，又或者觀摩嘅時候，有 AI 同冇 AI 個分別大唔大？因為以我所知，你讀歷史科，你都有讀過我頭先講嘅一啲歷史，咁你都要考試啊，去作答啊。咁你喺學校學咗 AI 之後咧，即係操題啊各樣嘢，個分別又係點樣咧？咁係啦，咁我係讀中西史OK， 繼續。係我哋係讀中西史兩個歷史，我係讀中西史兩個歷史科啦。咁其實喺上堂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對一啲嘅我哋祖國嘅航運業都有一定嘅了解啦。咁就譬如係鄭和下西洋啊、絲綢之路呢一啲，咁其實我哋都會學到啦。咁其實香港以前都係漁村啊，同埋一啲轉口港咁樣啦。冇錯。咁但係而家其實發展得好快啦，就係去到一啲嘅智慧物流嘅樞紐啦，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啦。咁其實大家喺呢一個科技嘅發展之下，其實貨運方面其實已經發展得好成熟啦，亦都好方便啦。咁另外就係但係即係我哋自己喺課堂上面其實吸取嘅知識係有限啦。即係其實課本知識就係老師講嘅時候我哋就聽啦，然後就去考試。但係你話有冇一個好真真切切話去感受，其實就好少咯。就其實我哋好多都係借住一啲交流團嘅機會，就好似啱啱何助校講嘅，就係我哋去珠海嘅時候，我哋就會真係去睇到，即係用隻眼去睇，然後譬如我哋會影相啦。咁其實我哋真係吸收到嘅就係一啲更真切嘅感受咯。即係我哋會知道航運佢嘅船係點樣啊，或者佢哋一啲嘅譬如佢哋出海會係點樣啊。咁其實我哋係去睇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個唔係上堂嗰種咁死板嘅感受咯。咁另外我覺得其實喺上堂嘅時候，可能大家覺得航運業就係好，即係距離我哋好遠。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對我哋嘅日常生活好重要㗎嘛。就係譬如我哋嘅日常用品啊，或者一啲我哋去購物嘅時候會買到嘅嘢，其實都關航運業事。即係如果冇航運業，冇一啲嘅貨船去運輸嘅話，其實我哋冇呢啲嘢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嘅。咁但係好無奈地，其實我哋唔可以話去好認識到呢樣嘢咯。平時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去做一啲嘢，就係去令群眾都去了解到呢樣嘢，去有一個更深刻嘅體會。咁就例如啦，我自己嚟講，咁就我最近就參加咗中遠海運舉辦嘅一個 AI 生成圖像同埋影片嘅比賽啦。咁亦都有幸擔任咗比賽工作坊嘅導師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比賽都係一個好好嘅途徑，去俾香港嘅市民啊、學生去了解到航運咯。點啊？啱啱我哋幾位嘉賓啦，即係從崔議員所講嘅即係漁民啦，去到何助校所講嘅課程啦，再到阿天心所講嘅即係如何真係由年輕嘅一代去到
真切地了解嗰個航海同埋即係海洋相關嘅發展咧？咁其實都有即係好多唔同持份者咧，都係當中喺度做緊唔同嘅工作嘅。不過要談呢一個航海發展同 AI 咧，一節當然係講唔晒啦。我哋先聽一首歌先，就係張惠妹嘅《聽海》。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晚第二節嘅廣東廣西，我係你嘅主持人阿蕭欣浩啊。咁啊，今日我哋講嘅主題呢係航海發展的 AI 應用。直播室裏面呢有3位嘉賓呢都同我哋傾呢一個有趣嘅議題嘅。咁第一位呢就係屯門區議員崔景恒議員啦。咁啊，另外呢仲有2位朋友呢嚟自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一位呢就係助理校長何嘉琪老師，同埋呢我哋人工智能教育嘅學生導師代表啊張天心同學啦。
咁啊喺呢一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講香港嘅航海相關嘅一啲資訊啦嚇。咁其實喺中華文化當中咧，航海同埋人啦，同埋呢一個地方同埋啲故事咧都有好密切嘅關係嘅。譬如喺北宋啦，朱煜有一本書咧叫做《平洲可談》啊，裏面咧其實就記載咗當時咧北宋嘅時代一啲種種同航海相關嘅經驗嘅。咁其中一個部分呢，就係同廣州相關嘅。咁而接下落嚟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原來航海裏面海員常常咧都會遇到一啲奇怪嘅事情嘅。譬如以下呢一個片段啦，譬如講到啦，就係一啲海員啦，原來喺航海嘅時候咧，見到一啲疑似前面有一啲枯樹啊、枯木啊堆積成好似個山丘小山咁，但係單憑呢個海員嘅經驗咧，發覺嗰度其實唔應該有山嘅咁嘅情況之後咧，佢哋就會發覺原來嗰啲咧就係一啲蛟龍啊，海裏面嘅蛟龍。盤旋咗喺個海當中，當然啦，佢哋會有一啲即係方法啦，去到即係焚燒一啲魚鱗啦，咁啊或者一啲動物嘅骨頭啊，去到將佢驅趕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係海上嘅朋友啦，其實可能好多聽眾朋友都知啦，對神明啦都會有一種敬拜嘅嚇，因為無論係天后啦，或者一啲僧侶啦，佢哋都即係行船啦、航海嘅朋友啦，都會覺得可以保佑佢哋係風調雨順啦，風平浪靜啦，喺個航海嘅時間當中咧，係可以得到保佑嘅。咁而喺呢個北宋嘅平洲可談當中咧，都有談到呢一樣嘢，同我哋現代嘅某一種食物咧，原來係有密切關係嘅嚇，就係一啲航海嘅朋友啦，好信奉呢個崇拜呢一個即係僧侶嘅嚇，咁亦都認為咧，佢只要遇到一啲海上嘅危難啦，通過祈禱嘅話咧，呢啲即係僧侶們咧都會保佑佢哋嘅能夠大步攬過嘅嚇。咁所以咧佢哋喺即係抵達呢一個岸邊嘅時候啦，都會係大排筵席嘅嚇。咁無論自己食一餐又好啦，同埋咧都會供養翻或者係信奉嘅一啲僧侶朋友嘅喺寺廟裏邊，而佢哋所食嘅咧就係我哋而家都常常喺初一15啦，或者係喺素食當中會談到嘅羅漢齋啦，咁所以原來我哋而家所食嘅一啲齋菜羅漢齋啦，同呢個航海啦，同呢個宗教信仰啦，都有密切關係嘅。咁點解我哋要講呢個古仔咧？除咗同我哋今日嘅其中一部分航海員有密切關係之外啦，咁我自己係教書啦嚇，無論係大學啦、中學啦或者小學，我哋都會講一啲中華文化嘅東西嘅。我啱啱講嘅一啲同飲食、同海員、同航海相關嘅故事咧，如果用 AI 呈現出嚟，將佢生成到圖片又好，將佢生成到片段都好啦，都會係一個好有趣嘅東西嚟嘅。係，咁其實啱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有時一個行業其實大家入唔入行咧，係在於大家對佢嘅嗰個第一印象。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呢個行業望到好似好悶咁樣啊，咁即係或者我平時可能睇電視劇，我見唔到呢個行業嘅咁樣，我唔知佢做啲乜嘢，咁就自然未必係會選擇呢一個為佢嘅嗰個志願啦。咁但係其實航海喺而家呢一個我哋國家嚟講咧，應該係一個好受重視嘅一個嘅行業嚟嘅。即係我哋國家咧15嘅規劃咧，其實已經強調咗咧，要全面推動我哋嘅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啦，同埋加速建設海洋強國啊。咁其實咧，同埋香港本身啦，呢一個嘅航海咧，都係都我哋啲傳統嘅經濟支柱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應該係好有前途嘅。咁但係而家即係頭先阿何在又講咗好多啦。咁其實我係好欣賞，即係開始而家有啲學校見，可能有時又見到啲叫做海事青年團啊，又或者唔同嘅一啲嘅海洋教育。咁其實係欣賞，但係感覺都係未夠受到重視嘅。即係我記得我有時開會啊。咁區議會咁我記得有個議題話討論屯門嗰個公眾起社區因為要搬遷啊。
搬遷咗去第二度之後，咁原址攞嚟做乜咧？即係大家第一時間諗到，不如起個公園啦咁樣。咁但係海皮喎，係啦，其實係咪應該更加有一啲嘅經濟價值啊？更加可以大有可為咧？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源於係大家對於海洋嘅認識有所不足啊。咁而家其實都想講少少嘅一個情況就係而家我哋其實喺香港要做個海員，其實即係當然如果要做啲技術含量可能唔係太高嘅，咁即係當然都好容易入行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要做一個譬如駕駛船隻或者輪機係啦，咁等等咧，咁其實咧而家其實人手嚴重不足嘅，咁但係咧要考牌其實都真係唔係咁容易，要講可能一個比較長嘅年資啦，海上工作嘅一個經驗啦，係啦，咁同埋呢個我都過往都同政府都有個溝通，就係我哋考嗰個叫做三級船主同三級船主啊，嗰個牌係啦。咁但係我哋即係老實講，我哋即係叫做我哋揸車又好揸船又好，即係我哋有時未必係話嗰個叫做讀書嗰個文化水平會係非常非常高咁樣啦，係啦。咁但係佢就好得意喎，唔知佢駕駛船隻，但係佢係筆試，佢係冇實習試。係啦，咁我哋又覺得好奇怪嘅，咁亦都喺呢個情況之下，就有一批人佢係入唔到行嘅。咁同埋頭先所講嘅年資啦，即係可能佢要再考上一個等級，可能佢要等2年3年嘅時間咁樣。咁話我要等咁多年，咁不如我做其他工作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呢個航海而家即係發展到呢個年代，就好多數字化係啦，咁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喺考牌嘅方面啦，係啦，又或者係整個行業有冇趣味咁方面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 AI 係咪可以帶嚟一啲嘅幫助啦？咁所以過往其實我都有，譬如阿何助孝啊、天心佢哋嘅團隊咧，咁搞一啲譬如比賽啊，係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叫做唔同嘅方面，咁其實希望係可以令到成件事有趣多啲，係啦。但係呢樣嘢就真係要靠佢哋教育界嘅，要多啲去即係要幫下手咁樣。咁我補充一下啦，其實喺航運嗰度咧，去到今時今日 AI 嘅發展咧，其實係對學生啦學習嚟講係好大嘅關係，因為過往正如上一節所講，就係大家都停留於行船咯。就係喺隻船嗰度啦，咁跟住去可能去一頭半個月再翻嚟啦。但係而家有咗 AI 之後咧，其實係有好多新嘅工種會出咗嚟。咁例如就係譬如喺沈香林啦，我哋中一就已經去教寫 AI 嘅提示詞，係啦，亦都會學一啲叫 AI 嘅資訊素養。係啦，即係點樣去駕馭個 AI 咧 ？AI 有咩特性咧 ？AI 原來講嘅嘢好多都要做 fact check 嘅喎。咁去到中二啦，佢哋學一啲圖像生成嘅嘢啦。咁去到中三，佢哋已經自己可以做一本叫做繪本啦，故事嘅繪本。咁其實看似同航運冇乜關係，但係原來今時今日喺航運業嗰度咧，其實好多嘢都已經混入咗 AI 啦。佢哋要入行一定要經歷咗就係我哋所講中一喺佢哋學咗一啲叫做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係啦。咁而家喺譬如一啲船隻啦，其實都應該係引入咗好多 AI 咧去。透過 AI 去識別一啲雷達嘅數據啦，去做一啲自動嘅，即係好似譬如某汽車品牌嘅自動駕駛，係啦。咁其實船都有嘅，即係去係啦，航線做一啲即時嘅障礙物嘅避開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叫做智慧港口裏邊嘅航線優化啦。而家 AI 嘅預測氣象其實係好準確嘅，即係最近好似吹緊話嚟緊會打風，係啦，未有，係啦。咁啊，我哋其實而家除咗喺天文台獲得咗呢啲資訊之外咧，而家就好多民間都已經有用 AI，係啦。最近講緊用 AI 去預測一啲路徑上嘅嘢啊。咁點樣可以透過呢一啲令到
航運有最安全嘅航線咧，同埋最有效率嘅航線咧，咁呢啲都係而家講緊嘅綠色航運，係啦。咁再落去就係一啲供應鏈嘅自動化啦，係啦。咁啊點樣透過 AI 去配貨啊，去做唔同嘅一啲分配一啲貨櫃啊，去做一啲提升效率啦。咁所以好多其實係令到呢個行業其實係引入咗好多新嘅人才，開咗好多新嘅職位。其實我覺得係有望係再年輕化，引入多啲嘅人。咁頭先講到中二，我哋去學圖像啦，去學影像啦。咁就正如阿崔議員所講，就係點樣令呢件可能看似係比較黑板啲嘅沉悶啲嘅一個工作，用一個全新嘅方式，透過科技去做咧。咁呢個我都交俾阿天心講一講，就係因為頭先都講咗佢最近就搞個比賽啦，其實都幾不一樣嘅。因為阿天心其實佢除咗之前喺浸大啦做學生導師啦，咁其實咧再之前咧，佢係獲得咗屯門警區嘅邀請咧，就喺國家安全日嗰度咧，就教咗一個班咧，係俾70個長者嘅。咁其實都係教 AI。係。咁但係咧，就兩樣嘅預備工作好唔同啦。因為主題都唔同。係啦，主題都唔同。咁所以都帶出就係 AI 個範疇其實好大。咁最尾其實個比賽結果都好犀利啊，收到好似200幾份作品，就係點樣用一個新嘅方式去俾年青人知道航運究竟係啲乜嘢咧？冇錯。其實阿天心去做影片或者做預備嘅時候，佢都認識咗好多航運嘅，又或者佢都做咗好多預備工作。咁交俾阿天心去分享下。好啦，咁其實我哋日常嚟講，其實我覺得一啲普通平時市面上嘅一啲 AI 嘅比賽啦，或者我自己去參與過嘅一啲 AI 嘅活動啦，咁其實佢哋嘅題材都係好普遍，係好生活化啦。即係譬如我啱啱所講過嘅就係我哋一個叫做奇樂警訊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就係教啲老人家防騙，去提升佢哋嘅資訊素養啦。咁其實你見到呢啲題材都比較生活化少少，就係日常生活真係用佢哋會用到嘅嘢啦。咁但係對於呢一個嘅航海嘅一個比賽嘅 AI 生成比賽啦，咁其實對我自己嚟講，我覺得呢個題材嘅跨度都好大啦。即係我哋平時唔會話點樣接觸到呢樣嘢啦。咁但係透過呢一個比賽，其實我哋要去對航運有一定嘅認識先可以參賽㗎嘛，咁先可以生成到一啲你想要嘅作品。咁其實喺呢一個比賽裏邊啦，咁其實我自己嚟講啦，咁其實我都要搜集唔同嘅關於航運嘅一啲資料啦，譬如圖片啊咁樣去做返一啲譬如我哋叫圖生圖 image to image 嘅一啲技術啦。咁其實真係要呢一啲嘅圖片啦，或者資料，我哋先可以做到一啲嘅叫做好嘅提示詞啦，去生成作品去參賽嘅。咁而喺製作作品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對航運都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同樣地參賽者都可以感受到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新嘅方式去到令參賽者，令到學生去真正認識呢一個行業。咁同時間，我覺得亦都係對佢哋有一個好好嘅生涯規劃嘅一個機會咯。即係佢哋可能係發掘到一個新嘅領域、新嘅興趣。咁可能對航運業可能亦都發掘咗唔同嘅人才。係啊，我諗即係呢個亦都係啱啱天心講得好好啦，就係譬如我哋今日嗰個主題係航海發展同 AI 運用，其實就已經係兩個好大嘅主題，就係航海發展同埋 AI 嘅運用。咁而天心啱啱講咗啦，就係即係喺年輕人嘅嗰個視野或者係嗰個學習當中，可能佢真係對 AI 又好有興趣嘅嚇。咁但係航海或者海洋嘅部分，可能真係唔係太認識，唔
唔係太認知，甚或者好似啱啱崔賢所講啊，佢哋從長輩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媒體當中係學習到嘅航海海員嘅生活，可能係枯燥嘅、乏味嘅、悶嘅嚇，同埋可能係好傳統嘅嚇。咁但係即係喺我哋今日呢個兩個主題碰撞嘅時候嚇，可能即係大家而家都無論係唔同嘅界別都會學 AI 啦。咁但係呢個即係 AI 界別，大家接觸咗、有興趣學習咗，咁而家將佢拼合埋航海嘅時候，就係啱啱阿天心所講啦。原來都有啲新嘅嘢出現嘅，即係無論係圖片啦，或者係啱啱我哋第一節所講嘅開埠嘅舊嘅東西啦，或者係即係中華文化裏面我哋了解到啱啱所講嘅一啲即係古代嘅故事啦嚇，甚或者係其實我哋喺即係南方嘅嶺南嘅航運，其實都同即係譬如茶葉啊或者係同你食物啊有密切關係嘅。咁所以呢個進入去航海嘅範疇嘅第一步係緊要嘅嚇，因為好多時候咧，大家係覺得，我第一步都唔係好想跨出去。咁但係通過即係 AI 嘅運用啦，無論係工作坊啦、講座啦，又或者我哋今日嘅一啲即係分享啦等等，其實都真係希望喺唔同嘅範疇當中啦，讓唔同，我諗唔單單係年輕嘅朋友嘅，係即係唔同年有認識嘅，重新再認識究竟即係現代嘅航海究竟發展到咩嘅狀況呢？譬如係究竟崔議員第一節講嘅即係啲即係集裝櫃啦，或者係何座後所講嘅，其實已經係 AI 喺嗰個碼頭當中，無論係貨運、航運同埋人員調度當中咧，都已經係運用得好多嚇。咁而年輕嘅朋友如天心啦，就正正係一個好實踐嘅活嘅例子嘅，就係年輕朋友要踏入去航海，唔一定要上船先嘅。可以喺 AI 裏面認識咗航海嘅資訊先，咁慢慢再去到深化佢自己嘅知識係去喺學校啦，去海邊啦或者真係去碼頭再進一步去到了解咧，都係有一個循序漸進嘅好處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海員咧，喺無論喺船喺碼頭咧，我相信咧都會係見到或者感受到我哋接下落嚟嗰首歌嘅歌名裏面嘅嘢啦嚇。咁就係送俾大家第二首歌，任賢齊、阿牛、光良嘅《浪花一朵朵》。着那海龜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灘上，數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會寂寞，我會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讓你樂悠悠。日子一天一天過，我們會慢慢長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麼，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會愛上我，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很不錯。時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頭，美女變成老太婆。哎呦，那個時候我已經睡得着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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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們一起手牽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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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數着浪花一朵朵。從來沒過去。哎呀，我要你陪着我。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11點半，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發生兩車相撞嘅致命車禍，當地傳媒報道，一名53歲香港女子死亡，車上另外3人受傷，相信4人係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喺事故中受傷。本港入境處表示，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同埋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且按當事人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同埋協助。入境處會繼續同公署、總領館同埋當事人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事件同埋提供協助。一連7日嘅書展下晝5點閉幕。貿發局表示，連同同步舉行嘅運動消閒博覽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書展下午嘅人流明顯比上午多，臨近結束時間，唔少參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參展商張貼要錢唔要貨嘅標語，其中以售賣教科書同埋補充練習嘅展區較受歡迎。有家長買超過20本補充練習，有市民第2次入場表示價格更加優惠。有參展10幾年專門售賣旅遊書嘅參展商話，面對讀者閱讀習慣改變，需要設法轉型。近年已經喺旅遊書入邊加入自家研發嘅手機應用程式，方便消費者配合書籍編排行程，增加吸引力。立法會議員繼續喺北京嘅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上午喺國家行政學院參加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專題講授，議員都獲益良多。講授內容好有啟發性，從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同埋環境共6大方面展示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嘅引領之下，國家自中共18大以嚟嘅全面發展，再結合國家近年發展騰飛取得嘅各種突破同埋成就，一一向議員具體呈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215點，升3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4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2.9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加元係1.41，人民幣係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8.1美元，賣出4078.88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啦，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溫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係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2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星期6稍後至到星期1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Jaden 啊，媽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點解今次得95分啊 ？Haley 啊，點解 piano learn 極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點解小朋友好似講極都唔聽，教極都唔明？有啲溝通方法應該要停一停。點停啊？唔通真係要學 parenting？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1至5朝早10.4，米哈、杜文慧、彪爺，節日快樂，8月教你育兒新知。1分鐘閱讀，主持曾卓賢，製作袁子培。遠在歐洲嘅羅馬元老院貴族曾經將中國出產嘅絲綢視為導致道德淪喪嘅催化劑。喺同一時間，長安大明宮內嘅皇室成員呢，
卻為嚟自敍利亞嘅透明玻璃杯陷入瘋狂。探索古代帝國開放程度同埋深層焦慮，就好睇上層階層願意為異域嘅日常商品支付幾多嘅價錢啦。穿越絲路捕捉咗呢種價值錯位背後嘅心理投射。絲路上商品流動，絕少發生平等物交換，實為一場充滿偏見與慾望嘅階級展演。羅馬人對絲綢半透明質感嘅恐懼，源於對東方神秘力量失去掌控嘅憂慮。視覺轉向長安，中原權貴對西亞羅馬玻璃同樣展現出盲目崇拜。喺敍利亞工匠眼中廉價嘅日常器皿，跨越蔥嶺後瞬間完成階級屬性躍升。所有異域物質必須經過皇權過濾與純化，先至可以獲准進入權力中樞。漢武帝為奪取大燕國汗血馬，發動2次跨越蔥嶺嘅遠征。絲路最初並非為咗貿易，而係漢朝為咗軍事補給而開闢嘅後勤路徑。軍事征服為後續貿易掃清物理障礙。漢朝喺西域大規模屯田並修築長城，喺浩瀚沙漠邊緣維持官方驛站運作，無異於向大自然法則宣戰。帝國地理邊界喺驛站不斷延伸中被放大。中原王朝迫切需要透過驛站體系，將政治觸覺深入游牧民族腹地，以換取戰略預警時間。去到宋元時期，造船技術取得突破，滿載瓷器嘅遠洋商船駛離廣州港，就導致咗中亞沙漠嘅駱駝團隊慢慢步入消亡啦。海洋貿易規範化同埋標準化，對陸地貿易構成咗經濟嘅絞殺。今天重行絲路，沿途國家邊界同埋路障遠比1000年更為森嚴。我哋站喺廢墟之上，看住遠處駛過貨運嘅列車，自以為開拓未來，實在喺古人嘅車節論裏邊尋找殘存嘅方向感。1分鐘閱讀推介書籍《穿越絲路》，作者李偉，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嘅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今日我哋嘅主題係航海發展的 AI 應用。除咗有我蕭欣浩阿蕭之外啦，仲有3位朋友喺直播室嘅。咁啊，第一位就係崔議員啦，崔景恒議員啦。咁啊，另外就係2位朋友嚟自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第一位呢就係何嘉琪在校啦，另外就係人工智能教育張天心同學嚇。咁啊就係喺呢個人工智能裏面呢，呢個範疇當中啦，擔任導師嘅。咁啊，亦都對呢個航海發展啦、航海嘅資訊啦有唔同嘅理解啊。咁啊，去到今日嘅第3節啦，咁啊航海同 AI 嘅結合啦，由傳統甚或者我哋啱啱講到古代去到近代去到現代，其實都有唔同嘅演變嚇。而家嘅 AI 應用啦，的確係可以將古代同現代啦係好好連結埋一齊。譬如我自己啦，教中文啦嚇，中文古籍裏面啦除咗有海員經歷呢個海上嘅一個航運嘅故事，其實都好多嘅。另外咧，仲有一啲航運相關碼頭啊、貨運啊，又或者一啲真係神怪嘅故事啦，都會喺古籍裏面咧係一一呈現出嚟。除此以外咧，喺古籍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圖像嘅嚇，咁就係同船隻嘅一啲形制咧係有密切關係嘅，都可以通過古籍裏面嘅一啲用水墨去到畫成嘅畫啦，去到了解到唔同嘅戰船啦、貨運嘅船啦，究竟佢哋嘅形制係點樣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喺中文裏面嘅航運
相關嘅海洋嘅知識啦，其實係現代嘅 AI 裏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呈現啦。我哋以前咧學習古文或者學喺古文當中學習海洋嘅知識啦，可能真係只能夠通過文字嘅閱讀啦，甚或者係老師嘅講解啦。咁而家最簡單嘅層面就係古文可能都好容易係可以喺網上用人工智能啦係翻譯出嚟啦。咁但係我哋之前嗰幾節都有談及過啦，文字最基本可以變成圖像，咁讓一啲朋友咧係可以通過一啲圖畫圖像咧係更能深切或者係更有記憶地咧了解古文嘅一啲知識甚或者喺古文記載嘅故事。咁同時間咧一啲航運嘅船啦嘅製作嘅圖像圖表啦，其實咧都可以通過呢一個 AI 啦製成片段會喐動嘅片段更加係符合我哋而家嘅多元學習或者多元教育嘅一啲方針。咁就係讓文字同埋圖畫，甚或者係一啲可以喐動嘅片段啦，係幾個方面咧喺度配合，去到能夠迎合我哋學生唔同嘅學習嘅需要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阿蕭我自己啦，喺教中文當中啦，尤其教古文啦，讓都係我哋今日其中一個談到嘅一個好重要嘅點啊，就係無論係海洋、航運、海員、中文，有啲朋友咧都會覺得好似係好沉悶或者係冇乜樂趣嘅地方。咁但係 AI 嘅出現呢，又好似係能夠俾我哋多咗一個渠道啦，去到將佢變成唔同嘅形狀，變成唔同嘅媒介啦，讓同學仔啦，又或者唔同嘅朋友啦，係可以接觸得到嘅。中學嗰度咧，應該都係有唔同嘅情況嘅嚇，因為譬如我哋第二節何在校有講咗啦嚇，就係喺無論初中同高中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啦，係同唔同層級嘅 AI 運用咧係有密切關係嘅。而家去到中學，其實個發展係我可能2-3年前我唔會估到去到今日呢個地步。因為其實喺沈香林係22-23學年有第一個嘅 AI 嘅校本課程。咁正如我所講啦，當初我哋去開發個教材嘅時候，都係寫下提示詞啦，去令到學生解決一啲學習上嘅問題啦。咁最開初都可能真係生成一幅圖像，咁就去表達緊可能係一啲社區嘅故事啊。咁但係去到3年後嘅今日呢，其實係個演化係即係超出我自己嗰個想像。咁都係延伸到去頭先所講嗰個航海比賽嗰度嘅。去到今日其實學生即係一個有系統嘅課程，其實學生有能力可以做到有幾多呢？佢哋去到中三，我頭先都介紹過，就係佢哋會做繪本啦。咁其實呢，佢哋係喺中文科嗰度作咗篇文，係啦。我哋今年開始玩就係一個佛化繪本，其實同航海好似，航海可能俾人嘅印象好刻板，佛化教育係一個好知識性嘅嘢，係啦，冇人會諗到原來係可以用圖像，可以用視像去演繹出嚟，而係一個中三嘅學生一手一腳可以做到。咁我哋就係同中文去跨學科啦，佢哋作咗篇文之後呢，其實過到嚟呢，我哋開發咗一啲叫 AI agent， 係一啲 AI agent 呢係一個好似機械人咁樣，就同學生去對答。咁當然係由我哋老師訓練咗要對答嘅內容啦，各樣嘢啦。咁然後就一對一去寫劇本，去做運鏡，然後最後生成圖像，再變咗一本繪本出嚟，係啦。呢一個係學生可以一手一腳喺課堂度做，即係AI 嘅發展，我成日都話係令到我哋嘅學生嘅今天呢，就係我哋唔係再比拼緊有幾強大 AI 工具，係佢哋有幾多創意，因為 AI 工具佢駕馭到已經可以係將佢嘅創意實體演繹出嚟。呢個絕對唔係我嗰陣讀書年代可以達到嘅一樣嘢。咁延伸翻去個比賽嗰度啦，
有咗 AI， 再有一啲有恒心嘅學生去學習，其實原來去到今日就係學生都可以喺大學一個 lecture 嗰度教200幾個人，而裏邊仲有大學生去學習生成圖像啦同視像啦。咁講翻個比賽，其實生成圖像唔難嘅，去到今日。去到視像咧，的確係仍然對大眾嚟講係你要做到有質素嘅作品係唔容易，因為已經講緊即係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好基本咁樣生成咗一幅圖，然後將佢變做喐得駁埋一齊啦。去到今日，譬如阿天心咁樣，佢係玩緊一啲叫做一鏡到底啦，就係成個畫面係連貫嘅，咁樣去做，去講翻一個航海嘅故仔出嚟。咁因為阿天心都可以講下，就係其實整段片嘅過程，你透過 AI 工具，究竟你要做啲咩？即係可能先寫劇本啦，然後去做運鏡啦，然後去用啲咩技術去做到啲叫一鏡到底嘅嘢啦，又或者隻船我點樣教個 AI 去學習畫得翻嗰樣嘢呢？因為唔係求其俾隻軍艦帆船你就得噶嘛，即係要按主題嘅。即係去到今日已經係一個有要求嘅 production 啊，我叫做係咁啊，交俾天心分享下。好，咁其實話點樣可以生成到一個好嘅作品，或者話叫做你哋心目中想要嘅作品呢？咁其實係真係要一個好嘅 prompt 啦。咁點樣先可以做到一個好嘅 prompt？ 其實就係你要清楚咁樣了解到你要啲乜嘢先，然後你要去搜集資料啦。譬如你好似要寫劇本，咁你寫劇本你都要知道你個劇本係講緊啲咩㗎嘛。咁所以其實首先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首先你要去揾咗資料先啦，然後去組織一個劇本出嚟，然後就要去揾圖啦，去做翻一啲好似我啱啱上一節講過嘅，就係圖生圖 image to image 啦。咁就係去譬如一架船，我想生成一架船，咁我就要揾翻嗰架船嘅相出嚟，咁然後再抌俾 AI，然後我先可以寫到一個 prompt 去生成到一幅圖出嚟嘅。咁另外就係啱啱何作教都講過，何作校都講過一個一鏡到底啦。咁其實咧一鏡到底咧就係首先我哋嘅叫做 start frame 同埋 end frame 啦。咁其實我哋需要有4張圖先啦。即係我哋叫做咁，首先第一張圖我哋就要做開始啦。咁然後第二張圖就做結尾啦。咁而呢一度整咗一段片之後咧，咁其實我哋整第二段片就係將個你第一段片嘅結尾做翻個開頭，然後再用第4張圖咧去做翻個結尾，就係一個咁樣嘅邏輯。係啦，咁呢一個係一個叫做一個小嘅技巧啦。咁另外就係仲有啲乜嘢要補充咯？我補充一下啦。好多人都唔認為去學習呢一啲嘅技術係應付一個比賽，又或者係一個叫做嗜好啦，放上網咁樣有段片。其實呢個絕對係一個生涯規劃。因為啱啱香港政府已經推咗全民 AI，咁小學嗰個 AI 課程都出咗台。點解當然政府就係配合我哋國家大力發展嘅一個科教興國啦嘅一個方向啦。咁其實學習 AI 絕對係無論佢要生成到一段好嘅影片或者一幅好嘅圖，其實佢哋係經歷緊喺即係好似喺滲香入就係中一，佢哋學好點樣寫 prompt 啦。學好點樣駕馭呢個 AI， 其實衍生翻落去就係譬如天心咁樣，其實佢哋而家考試呢，佢已經可以同個 AI 去協作去操題，係啦，又或者已經寫緊啲 agent 係 for 佢高中去答題目。
咁再講就係譬如老師呢個職業啦，因為我知道天心都係第日都係想做老師。我哋而家講緊就係你唔識用 AI 咧，基本上都未必可以應付到老師呢個要求，因為其實嚟緊教育局對我哋嘅要求就係每一科其實都要去用 AI 教學。咁所以變咗唔理解呢樣嘢，其實會影響到好多後續嘅嘢。甚至而家講緊喺亞馬遜咧，有好多賣緊就係生成緊呢啲繪本或者動畫。咁就係原來係有啲家長中意買俾啲仔女睇，即係而家已經唔係靠人手寫㗎啦，係啊。再進階啲喺沈香林已經學咗點樣整一本嘅繪本，已經係可以做到出版。咁你再學埋一啲叫做workflow 嘅嘢工作流咧，佢就會自動。咁當然你前提你要識寫 prompt 嗰啲，就已經自動幫你一日生成可能10幾20本，然後擺上網去賣。即係呢個係我哋冇辦法唔接受嘅一個現實，就係未來個 AI 係會好影響到我哋係每一樣嘅工作，係啦。其實我覺得我咁睇嘅，即係唔好話做老師啊，你做任何一個行業，而家真係冇 AI 真係好難去有一個提升。即係有啲人有個誤會嘅，我又必須要講，就係有啲人就覺得喂，你有咩唔識做要揾 AI， 好似講到 AI 係你即刻變到出嚟，又唔係嘅我覺得。但係 AI 絕對係一樣嘅工具，就係可以令到你做一件事做得更加優秀咁樣咯。咁講起呢一個 AI 呢個航海啊，咁其實我話說我琴日我都去咗珠海有個地方叫唐家灣去做一個考察啦，同我啲朋友咁去睇嗰個無人船啊，係啦，咁即係當然無人船又唔係話全部嘢都 AI 嘅，亦都即係有其他嘅一啲嘅高科技咁樣啦，係啦，但係咧即係呢度我又想問呢度幾位朋友即係大家估下無人船而家係可以做啲乜嘢嘅？即係何佐考無人船係咪做一啲偵察？即係可能係海上嘅一啲即係邊境啊、巡邏啊。嗱，各樣嘢講得好啱啊！即係嗱，佢其中一個作用咧，就係佢做一個探測海床啦，同埋好有趣，因為呢樣嘢近排應該係啲沿岸我哋國家嘅城市都係不斷咁提倡，就係商販，唔係話我哋做小販嗰個商販，而係咩叫商販？就係反走私、反偷渡，係啦。咁其實佢而家係用緊啲無人船咧，係做唔同嘅工作，即係你只有係即係你係佢冇咩話係做唔到嘅，即係只有你諗唔諗到嘅啫。其實係啦，咁即係佢可以做嘅就包括佢救援啦，係啦，咁譬如佢一隻無人船咁樣，佢好似一個嘅，你當佢係一個識移動嘅水泡，係啦，咁探測海床啦，咁樣可能一啲嘅資源上面嘅探測啦。係啦，咁又或者係運輸，咁當然運輸有人船無人船都做到嘅，但係佢可以去一啲更加可能危險少少嘅地方，佢都做到啦。清潔啦，係啦，咁同埋表演佢都做到嘅，即係佢甚至乎係可以透過 AI 去計算，即係等於其實嗰個或者簡單啲言就好似而家嗰啲無人機即係飛機嗰啲，係啦，佢啲表演其實佢無人船佢都有做嘅。之前唔知有一年嘅春晚咁樣就係應該係廣東省喺個分會場咁樣，咁其實呢間公司都有做呢一樣嘢。咁其實係而家好多嘅一啲嘅叫做航海嘅科技咧，佢係叫做佢同呢個 AI 同一啲高科技佢去配合嘅時候，其實係產生咗好多唔同嘅化學作用。我諗頭先何 Sir 啊又好啊天心又好啊，咁其實我相信佢哋喺啲同學仔喺無論佢頭先話奇樂警訊嘅 AI，還是係佢頭先話嗰個航海嘅嗰個 AI 比賽，其實喺當中你產生嗰啲咩化學作用，令到各個方面可能宣傳航海嘅佢更上一層樓，或者個同學仔佢又學咗好多嘢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叫做躍進，即係以前冇呢啲咁嘅科技，你真係冇喎，咁你遠少少危險少少，咁你咪唔好去咯。打風你就唔好去㗎啦，咁樣安全啊嘛。係出咗事咁點算啊？係啦，咁又或者係即係叫做一個
AI 咁同樣亦都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佢即係等於我哋好多時候用即係上網咁好多時候有個9宮格叫我哋揀邊架汽車邊張係床咁樣係啦。咁其實呢啲嘅叫做呢啲嘅叫做大數據啊，我諗應該叫做咁。其實喺嗰個嘅叫做航海上面佢可以識別唔同嘅東西，咁亦都方便咗去做一啲嘅唔同嘅工作。好似頭先阿何仲華佢都有講啊，譬如港口方面啦，係啦，咁一個嘅叫做佢整條航線之餘，係啦，佢點樣去理貨，係啊，即係喺個貨櫃碼頭嗰度，即係你已經唔需要自己去諗啦，佢 AI 幫你計時埋喺邊個位，仲有空位擺落去邊度比較有利，係啦，方便我拎翻出嚟咁樣，係啦，又或者其實而家嘅貨櫃碼頭已經用到頭先講無人船啦嚇，除咗無人船、無人飛機，佢仲有無人車，係啦，咁喺呢啲嘅港口都係好多時候佢仲有一個叫做遙控嘅龍門架啦，係啦，佢唔需要下你真係你走去好似個天秤咁樣，你爬幾廿層樓咁樣，佢喺 office 嗰度已經控制晒所有嘢，係啦。咁其實呢啲嘅科技都令到好多唔同，即係叫做化咗以前好多嘅不可能係可能，亦都我覺得頭先亦都講到頭先喺第二 part 嘅時候我哋所講嘅就係話成件事係變得更加之有趣，係啦，係呢啲嘅科技，無論喺我覺得喺今日所講嘅航運業，還是喺其他嘅方面，我覺得係更加之有趣。我哋今日咧就以航海嘅發展同埋 AI 應用作為主題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諗第三節我哋嘅其中幾個唔同嘅重點係講到啦，即係 AI 發展一日千里啦，呢個係真嘅。即係另外就係崔賢講到啦，就係冇你做唔到，只係你諗唔到啫嚇。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日講完航運同 AI 發展，可能1年後或者都唔使1年啦，可能半年之後嗰個航運嘅 AI 應用咧，已經係即係出乎我哋意料同想像都未定嚇。咁但係即係我諗今日我哋3節啦，幾位嘉賓嚟到啦，就係希望改變大家嘅一啲既有嘅諗法啦嚇。咁沉悶嘅傳統嘅可能係因為 AI 嘅進入同埋改變啦，喺無論係工作、業界、學習同埋學生嘅一啲發展當中啦，都已經係有一啲好翻天覆地嘅改變啦嚇。咁我諗推而廣之啦，唔單單係航運業啦，咁其他行業咧可能都會有咁嘅情況。不過咧時間到呢度為止啦，都冇辦法再一一向大家去到開展啦。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去到同大家談 AI 相關嘅應用。容許我推介一下啦，明天星期3嘅廣東廣西題目係回顧美墨加主辦世界盃，主持有邱日、蘇軾同埋陳文彬嘅。再一次多謝3位朋友啦，祝願大家有一個美滿嘅晚上。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羅文嘅《獅子山下》。